Hello，大家好，又一個月冇見，事緣係因為我屋企人嚟咗英國探我啦。咁我哋主要都係 stay 咗喺倫敦，咁但係都有好多觀光嘅活動同埋好多籌備上嘅嘢啦，所以都冇乜時間拍片。咁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下，除咗參觀呢啲名勝古蹟，我哋住咗英國2年，其實成日都會經過呢啲旅遊嘅地方啦，但係我哋其實一直都冇去參觀。咁我哋有去咗好多標準觀光客會去嘅景點啦，包括係觀光巴士、倫敦橋、大笨鐘、劍橋、大英博物館等等。咁但係今次呢條影片咧，我就唔係想同大家分享呢啲名勝古蹟嘅旅遊感受，我自己主要想同大家分享下同父母過咗2年之後一齊旅遊2星期，其實我有啲咩體會呢？有睇過我以前影片嘅人應該都知道，我同屋企人嘅關係唔算特別親近啦，基本上唔會講心事，發生啲咩問題喺我大個咗之後，基本上都唔會揾佢哋幫手。有啲心理學家就形容呢啲出門之後就完全唔打電話返屋企嘅，都係缺乏安全感啦。由細到大會覺得父母唔係特別可靠，亦都唔係特別親密，咁所以就唔會遇到事嘅時候同佢哋分享，或者係揾佢哋幫手。長大之後係有一種比較疏遠啦，故意疏離嘅感覺。咁同我另一半好唔同啦，即係我另一半佢就同佢嘅家庭係比較 close，即係可能每個星期都會傾一次電話。咁但係對於我嚟講係好不可思議啦，因為我會覺得好少會日常生活嘅點滴都分享，或者所謂嘅閒話家常，對於我嚟講係冇乜意思，冇乜意義。咁所以今次喺佢哋嚟探我之前，我內心都有好多小劇場啦，即係我會幻想好似細個去旅行都有好多不愉快嘅經歷咁。今次會唔會佢哋都有好多華人父母好典型嘅投訴呢？即係出門口之後，我都有睇過連登好多帶屋企人旅行嘅 post 啦，就話行多2步又話攰啊，跟住嫌啲嘢唔好食啊等等。因為我屋企人由細到大，尤其是阿媽啦，都係中意投訴嘅，咁所以我就會諗會唔會又話呢樣唔好，嗰樣唔好，都係香港最好，全部都好貴咁樣，即係會旅行不盡興咁樣。咁但係可能佢哋今次嚟到，所有嘢都係我男朋友一手包辦啦，包括係啲行程嘅景點嘅飛啊、門票啊、安排去邊度食嘢啊，都係佢一手安排晒。同埋呢2年嚟都冇真正見過面啦，所以冇咗日常生活嘅摩擦，冇乜日常生活嘅交流，咁反而難得今次見到係多咗少少傾偈啦，會講下可能佢哋對於英國旅遊呢一邊嘅感受同香港嘅分別咁樣。咁其實到目前為止，我依然都係唔會想生小朋友啦。但我開始理解佢哋嗰一代點解會喺嗰個時代嘅背景之下，人云亦云之下就結婚生仔，跟住用佢哋唯一了解到嘅方式，可能係佢哋在父母，即係阿婆阿公嗰一輩嘅方式去嘗試養大佢哋自己嘅小朋友。咁喺呢個過程中，當然係有好多嘅錯失啦，包括以前可能提及過嘅佢哋嘅情緒唔係好穩定。大家財政都唔係好穩定，關係亦都唔見得好愛對方咁樣啦，即係冇嗰啲父母好恩愛嘅畫面留俾小朋友睇。咁以致我自己覺得對我性格嘅影響一定有喺度嘅，同埋長大咗之後同其他人點樣建立關係，建立嘅關係長唔長久，會唔會唔夠即係交淺言深，或者係太過疏遠，即係我覺得呢方面都係好有影響。咁但係慶幸我自己覺得生活喺一個互聯網嘅世界，亦都冇乜天災人禍啦。我哋成長嘅背景可以正常讀書啦，有免費嘅讀書機會。其實我哋呢一代，即係除非你屋企人本身係醫生、律師專業人士，如果唔係普遍，我哋都好容易超越我哋父母嗰一輩嘅 level。去包括語言能力啦，或者我哋嘅見識啦，其實都好輕易可以超越父母嗰一輩。咁當然細個所造成嘅性格上嘅影響好難改變啦。華人父母亦都絕對唔會道歉，
我哋作為子女亦都好難開口去質問佢點解當時要咁樣啊？點解你要生小朋友啊？點解你當時咁樣對我啊？咁但係佢哋可能都會因為佢哋細個喺我哋細個嘅時候，佢哋對我哋做過嘅一啲錯事啦，可能長大之後會透過其他嘅方式，包括係財政上嘗試資助你啊，飲食上係咁逼你食嘢啊，煮啲你中意食嘅嘢俾你食啊，問呢問路係咁好煩咁樣關心你，去展示佢哋嘅在乎。咁我經歷咗今次呢個 family trip，我自己就覺得原唔原諒呢一樣嘢，好似都冇我想象中咁重要，因為一切都已經過去咗，留低嘅影響亦都已經造成。我最後就覺得其實只要自己舒服就好，即係你想問咪問，你唔想問覺得太過赤裸咁咪唔好問咯。只要覺得舒服就好，呢段關係之中。曾經可能我會為咗佢嘅某一啲説話，即係可能佢話我整容，或者佢話啲濕疹都係你自己造成嘅，等等呢一啲説話，即係記得好深啦，會好執着，可能會覺得點解你當初會咁樣講嘢咧？作為阿媽，會想要一個道歉啦，或者想要一個解釋。咁但係大個咗之後，你會了解到，即係你自己發脾氣嘅時候，都會講一啲好唔理性嘅説話啦。咁好可能佢哋當時講嘅時候都係有同一個背景，即係都係情緒失控，都係因為生活上嘅好多唔如意、好多嘅壓力而情緒失控嘅表現，並唔係真係故意去傷害你嘅，即係除非係嗰啲長時間語言傷害你嘅人啦。咁我自己而家就覺得我冇能力去安慰細個嘅自己，而家咪好興 AI gen 一幅圖出嚟，你去擁抱細個嘅自己嘅。我自己就覺得傷害係已經造成咗，我冇能力去擁抱當初細個好辛苦嘅自己，但係我可以長大之後學識唔會生下一代啦，唔會令到其他人遭受好似我細個咁樣嘅語言上或者情緒上嘅暴力對待。我可能永遠都諒解唔到佢哋嗰一代點解想生育下一代啦，因為我覺得喺一個財政比較充沛、關係好穩定或者有文化修養嘅家庭，佢孕育出嚟嘅下一代一定係更加優秀、更加好。但我就會了解到點解佢哋嗰一代只能夠做到呢一個程度咯，佢哋有佢哋嘅局限，父母唔係超人。成年之後嘅我哋只可以盡量擺脫原生家庭對我哋嘅傷害同埋影響，去超越自己嘅父母啦，同埋嘗試將你自己人生嘅控制權交翻喺自己手中。因為再埋怨父母或者再執着細個對你造成嘅傷害，對於我哋嘅未來係冇益處嘅。但係我哋了解到，知道佢哋犯過錯都已經足夠。我記得有一個 YouTuber 有分享過佢喪父之後嘅感受啦，係一個美國畫漫畫嘅 YouTuber。佢就話嗰種感受好似你自己嘅身份冇咗一忽咁，因為屋企人最少由細睇到你13、14歲啦，最起碼呢一個睇住你長大嘅人，佢擁有對你呢一個人10幾年嘅記憶。咁但係當佢哋過咗身之後，好似呢個世界就冇咗幾個了解你由0至到10幾歲呢一段回憶嘅人，咁你就會覺得對自己嘅身份可能好 lost，會突然之間唔知道自己係一個點樣嘅人咯，會覺得好迷失。可能呢個就係點解父母對一個人嘅影響永遠都好大，因為由一出世至到10幾歲，喺人類嘅社會之下，我哋每個人都係需要由父母由成年嘅人去撫育先至長大，唔係好似貓貓或者其他生物咁樣，佢哋可以好快就脫離父母獨立成長。不論父母對佢哋嘅小朋友有幾衰啦，其實 deep down 佢小朋友都係渴望父母嘅愛同埋認可，因為我哋同父母之間嘅關係係我哋一出世以嚟第一段接觸嘅關係啦。而之後我哋再去識朋友、識我哋嘅另一半，我哋都係透過同父母之間呢一個 model 再去複製將來嘅關係咯。我哋用呢一個做基底，再去微調，應該會向邊一個方面去發展。咁所以點解父母對小朋友嘅影響係咁大？
今次呢個 family trip，我自己覺得我終於放開咗對佢哋嘅不滿啦。可能已經有2年冇見，都睇住佢哋變老啦，年紀漸長啦，嗰啲脾氣其實亦都少咗好多。因為長大之後，可能大家嘅仔女都出國嘅出國，跟住自己揾工作，已經脫離咗父母，唔再需要佢哋嘅供養。咁父母與此同時亦都會變得好自由，跟住性格亦都會變翻好溫和。我自己覺得好明顯係已經超越咗父母嗰一輩嘅見識啦，而呢一切我自己覺得係中學或者18歲之後，我哋自己慢慢學習、慢慢成長，去孕育自己呢一個性格角色出嚟嘅，去爭取翻嚟嘅生活。咁所以有一啲説話就係話，你30歲之前嘅模樣仲可以怪父母啦，但係30歲之後，我哋自己嘅人生修為其實都係自己需要負責嘅。咁呢個就係我今次 family trip 最大嘅得着。唔知道大家同父母之間有冇和解過啦？咁我自己就覺得，原來去到最後有啲嘢好似不需要説穿。我哋華人社會嘅家庭都比較含蓄啦，即係比較少係西方嗰一套攬攬錫錫，日日都 love you 咁樣。咁但係大家之間嘅bonding其實好似永遠都喺嗰度嘅，只係用唔同嘅方式去表達出嚟。唔知道大家同自己嘅父母而家隨住年齡漸長有冇改變啦，或者大家會唔會同我一樣都係隨住年紀越大，可能越能夠理解點解佢哋嗰一輩係咁樣。呢個唔代表我哋原諒啦，或者覺得咁樣做冇問題，只不過係你理解佢哋嗰個背景之下點解會咁樣做，而你唔執着去要求佢哋道歉，因為一切已經改變唔到，你只能夠放自己去發展，去孕育，你做你自己最好嘅父母，去孕育你自己。另外都想同大家講，我專登開咗一個會員頻道啦。未來一啲比較敏感啦或者 personal 嘅內容咧，我可能係會放喺會員頻道，因為最近經歷到有啲匿喺角落嘅 loser 會專登睇我每一條片啦，跟住仲會 quote 啲 time code 內容出嚟去攻擊我啦。咁多謝佢哋好用心去睇我每一條影片啦，仲專登quote 晒我所有講嘅嘢出嚟，去扭曲我所講嘅嘢而攻擊我。咁希望佢哋未來都會加入呢個付費會員，繼續睇我嘅片，繼續留意住我仲會唔會講到佢哋啦，同埋可能佢哋會繼續做翻譯咁樣。咁我今次嘅分享就嚟到呢度，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